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就业。这个南方周末昨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公职青年下班送外卖，脱下长衫出门，才发现很多人在裸奔》。我记得前不久咱们也报道了也聊了这个，我记得是什么地方一个消防员，因为当地规定了这个下班以后可以兼职，所以这名消防员，然后他就开始兼职送外卖，说一天多的时候能赚100多。就每天下班之后穿上那个美团的衣服，骑上他心爱的小电驴，就开始送外卖接单。结果昨天南方周末他就有一个大篇幅的报道的就是公职青年，也就是公务员或者有编制的，下班开始送外卖，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南方周末他是怎么说的说有个叫雷之宇的，当然了，这都是化名说00后某一线城市985高校毕业生，2023年经过多轮选拔，他成为湖北省某县公职人员，那就是公务员了直到2025年6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兼职外卖骑手，靠着每天下班后2到3小时的配送时间，他一个月送了近250单，额外收获764元。这就是兼职收入对吧？一年一个月就是764这不一年下来这是8000多块钱呢，9000块。过去几年，公务员化身外卖骑手，调研基层真实工作环境的新闻，不时在舆论场上引发关注和讨论。这个我记得是北京吧，就是人社部门有一个处长，他为了调研这个外卖骑手自己送了多长时间的外卖，有个这个报道但雷之宇做兼职骑手的原因显然更加个人化，也就是他不是调研，他纯粹就是兼职，像做任务一样接单送单，给自己下班时间找些事做。如果还要算什么额外收获，就是在进入多家店铺后厨后，以后知道该点哪家的外卖，也就是他亲眼目睹这个各个店铺的卫生状况。这样的想法并非个例。2025年7月，四川省遂宁市一位公职人员送外卖的经历引起公众关注。他说，平均每天下班送外卖3小时左右，像打游戏、接任务、出发、完成任务得到奖励。受访公职人员年龄集中在90后、00后，他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和周围人选择在下班后送外卖、写作或开网约车，与本职工作的关联并不大。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一副墨镜，甚至一块蛋糕的额外花销；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回一种动力和成就感，这可能是体制内日常工作体会不到的。一位受访者说南方周末说匠心看世界，认识城市。2025年7月上旬的一天，四川某县公职人员罗林看到四川工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公职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投稿、自媒体运营等副业的通知。当晚他下载了外卖众包软件，注册成为一名兼职骑手。这个兼职骑手门槛最低，对吧？这个非常好上手，甚至只要你坚持下来，他那个订单量还有保证。说罗林在2年前上岸，进入当地城管执法大队，那他是有编制的这个城管咱们看到的城管很多都是没有编制的罗林是通过自己考进去，那应该是有编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注册账号前他就觉得送外卖有意思，且工作时间灵活。他一方面想看自己到底能挣多少钱，另一方面是作为外地人，希望通过送餐来熟悉这座城市，比如哪个建筑大概在哪个位置，周围环境如何。受访的兼职骑手普遍认为，一天中外卖的高峰有3个：午饭时段、晚饭时段，如接近凌晨的宵夜时段。体制内工作人员白天要按时上班，如果想做兼职，大多数人会选择下班吃完晚饭后的3到4个小时。罗林所在的城市一单价格在3块5到5元间，众包骑手能自行挑选订单，但也需要拼手速，因此等他吃完饭晚饭再开始接单时，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接上。只是罗林不会觉得焦虑，如果天气太热或者遇上生理期，他就休息几天。骑电动车时也不赶时间，安全第一。7月23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他送了4天外卖。一开始担心路不熟，他只敢同时送不超过3单，但很快数字就上升到5单。这座城市不大，骑上电动车
走个5-6公里就能到达城市的边缘。跑上2到3小时，他总觉得穿过一些黑漆漆的小巷子，或爬上一些老旧的居民楼。在他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订单记录中，最多的一天100分钟内，他送了12单，赚了约40元。理想状态1个月要赚2000元。湖北省武汉市某银行员工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3年张华所在的银行面临降薪，他每个月能拿到手的收入从过万元降为3-4千，这降得有点狠啊，降了60%啊，1万块钱降到3-4千。在这个城市，这个收入很难活下去。为了还每月1800的房贷，2024年张华开始兼职送外卖。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下班后跑够70元。如果单价高，这个目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如果当天单价低，就需要4个小时。但张华承认，这个收入需要跑满30天，很多时候因为加班太累，他一周只能跑个3到5天，有时1个月只有几百元，也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那个1天70，1个月2100，那是理想状况，满打满算。雷志宇对自己送外卖的收入同样有个预估，时薪16到20元。1个多月来，运气最好的一次，他拿过30元时薪，但第2个小时，他的时薪就回落到10几元。如果只是为了挣钱，那送外卖确实不容易。之前一些新闻说送外卖月入上万，好像成了很多人不想继续工作的退路。但现在发现，把这份工作做好很不容易，多挣点钱其实也挺难。罗琳说啊，但他依然觉得自己能通过这一兼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其他工作相比，送外卖接多少单就能挣多少钱，付出马上就能看到回报。钓鱼有时候会空军，但送外卖不会，接一单就有一单的收入。张华和雷志宇也有类似感受，送外卖的及时反馈很强，只考虑接单送单，不用在意周围人的想法。此外，兼职时还能骑车到处跑，见到不同的人，仿佛看世界也换了一个视角。2种身份，同一种人。南方周末说啊，他说罗琳的日常正职工作会涉及到下发一些商家的处罚和整改文书，此外也会对商家进行日常的宣教和巡查。工作时他穿着制服去店里，商家不见得会给他多好的脸色，他们除了做生意还得应付我们的要求。当他接到外卖订单要去巡查过的店里取餐时，商家的脸色反而正常许多，其实他们根本不记得你是谁，也不认识你。张华喜欢自拍，在银行工作时对着镜子拍一张西装革履的照片，送外卖走进电梯时又拍一张身穿骑手服或普通衣服提着食物的照片，这给了他一种奇妙的感受。2个身份看上去社会地位悬殊，但他也不过是在干着不同职业要求的活而已。说10年前啊，还算金融行业高光时刻，张华毕业进入银行，从柜员开始，一步一步成为经理。当时不算绩效，他每月基本工资能拿7-8千元，但随后遇上银行利润逐步下滑的关节，工作量没有减少，工资大打折扣。张华逐渐觉得银行工作成了一种性价比低的选择，填写数不尽的表格，开大大小小的会议，维持与客户的人情往来，完成单位的各项行政任务，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收入却很少，既有道德方面的焦虑，也有物质方面的焦虑，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送外卖反而成了他的寄托，盯着红绿灯计算送达时间，看着商家出餐进度，寻找送达目标。每次打开众包软件，他都能暂时抛开工作、人际关系与平时生活的烦恼，沉浸在一个个的具体的任务中。即便是考公热的新闻儿，也在考虑做兼职。2023年，李玉在毕业季打败80名候选人，成为重庆某区县政府业务科室的公务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学的是近年热门的工科专业，但春招时依然屡屡碰壁，直到通过公务员考试后，他才对体制内有所了解。想象中会很重视人情世故，但我们单位氛围确实不错，大家更多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分内的事情。这个李玉工作涉及政府项目资金申报，平时对接不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也有固定流程，但稳定之余，他有一种脚踏不到地上的感觉。他经手的项目落地要如何惠及百姓，这些实际而具体的获得感在工作中难以得到。说下班后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完确实很开心，但很快会觉得空虚。在这种感受下，李玉开始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写小说，
写小说之前，他还想过自己或许还能做家教或者公考辅导老师。于他而言，写小说重要的不是一份收益，而是来自读者的反馈、留言和理解。有受访的公职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作后自己容易被一些无聊内耗困扰，每月拿4、5千左右到手的工资，但个人日常租房、吃饭与生活开销也就与收入差不多。工作中撰写材料、收集信息、填写表格、与人沟通等，难免遇上不少重复性工作，但这不一定都能感受到工作成果。下班后，由于社会关系不在本地，他们多独自往返于办公室和家中，2点一线的生活也有些单调。送外卖就成了8小时之外的调味品。有天下班遇上下雨，雷之宇就觉得自己既来单做骑手体验生活，也应该了解在雨中送外卖的感受。我那天故意没穿雨衣，直接骑着电动车迎着雨冲了出去。他感到冲进雨中那一刻，自己有了一种征服大自然的成就感。这个南方周末说交换眼神，彼此确认身份。送外卖近1个月，雷之宇一单的价格从2.7元降到了2.5元，这意味着付出同样的劳动能得到的收入变少了。他说自己不会长久做这份兼职，报酬只是一个原因更主要是为了不无聊。这份当兼职不能继续带来的新的知识和见闻时，他就会选择离开，寻找新的兴趣点，那就是开网约车只有这些没有门槛嘛。开网约车呢，现在营运证很难办呢，很多地方都已经饱和了。在受访的公职人员中，只有张华一度产生要把兼职作为正职的幻想。如果外卖平台能给他一样的福利待遇，比如6险2金和按时到账的工资，他愿意辞职一直跑下去。6职2金6险2金呢，这个不一定，外卖平台做不到6险2金但是按时到账工资，这个是平台每一个平台都能做到的。就是说这个你当骑手平台相当于是日结，最差也是周结，所以说你说按时到账工资，这个做骑手没问题。但是你要什么对吧，6险2金就是这种社保和这种叫福利这个很难。他说但很快他又打下了这个念头，父母的面子、社会的认可、对未来的确定性以及日后退休金都让他难以抛弃手上的铁饭碗。不升职也没关系，我想要的是一种安全感。2025年7月上旬，一条公职人员禁止干这些副业的信息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据媒体报道，那位遂宁市公职人员兼职的契机正是来自其任职单位下发了相关公职人员可以做副业的相关通知。但7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遂宁市纪委，其工作人员表示，经他们核实，纪委与这位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尚未发过相关通知文件。同日，南方周末记者又查询包括中纪委网站等等相关规定，未发现对送外卖、开滴滴、写作这类工作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目前难以获知有多少公职人员在下班时间做着送外卖、写作和开网约车的兼职。实际上我印象中应该是3年前或者4年前，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安徽是哪个镇上面对吧，有一个镇长还是副镇长，因为他家庭条件差，然后他就兼职开网约车，完了还受到处罚了。我记得有这个新闻社交平台上，大部分自称体制内做兼职的账号都没有透露运营者的相貌与个人信息，对于本职工作他们也多做模糊处理。这些账号的 IP 地址显示用户来自不同省份。发出数十个采访邀约后，一些账号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做兼职是想多赚钱，靠自己劳动取得收入，但不愿意回答更多问题。个别账号称只受本地媒体采访，因为可以帮社区做宣传。有的账号答应采访邀约的，但不久又称所在单位认为并不适合受访，于是不再回应。保持缄默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向往，甚至已经在工作之外做着兼职，其中有向单位报备的，也有不报备的。张华的同事在降薪后也会讨论送外卖、做代驾或者摆摊的兼职，只是大家形成一种默契，议论别人却不承认自己也在做，也
没把兼职的情况告诉单位。为了保密，他特地选了一个离单位很远的地方送外卖，还关闭了手机通讯录推荐功能。如果真被发现，我也只能摊牌，希望单位能理解。2025年，张华在社交媒体匿名发了一条送外卖的帖子，一时间很多人找上他，询问他送外卖如果遇到熟人怎么办。他组建的微信群中也有近130人，他们讨论着骑手这份兼职如何与本职工作隔离，聊体制内送外卖的好处，比如让自己更专注减肥，同时赚点钱。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群的用户主要是90后、00后，他们来自武汉、杭州和广州等城市，男女比例各一半。而熟人网络更密集的县城，雷志宇选择直接告诉身边同事，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了。有同事后来和他说自己也动过类似念头。过了大约2星期，他得知一位同龄同事也注册了众包账号，开自己的车跟妈妈一起送，而他的领导也注册了众包账号，儿子放暑假了就想带孩子一起体验生活。在兼职过程中，雷志宇也几次遇到了他部门的同行这些人往往都有点相似的特点，不戴头盔，也不做防晒，戴着一副眼镜，长得也很白净，走进某小区却不知大门在哪里。有一次他在电梯里遇见另一位公职人员，二人有着相似的打扮，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彼此可能都是做兼职的，说了几句话，对方就主动告知工作单位，这给一直困在985毕业生身份里的雷志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觉得自己脱了长衫出门，才发现原来外面已经有很多人在裸奔。这是南方周末报道的关于这个现在很多公务员对吧，有编制的，所谓的拿着就端着铁饭碗的，由于种种原因都开始下班送外卖。虽然它这里面报道更多的都是一些什么体验生活对吧，锻炼身体等等，还是有这种居高临下对吧，这个似乎还有退路，我来这个只是体验一下，这种一种心态来报道这个公职人员送外卖。但实际上我认为随着这个经济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公职人员送外卖它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迫不得已贴补家用。这个现象往后会越来越这个普遍。你现在送外卖或许还是体验生活，但是明年后年那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一说到这个，有很多人老是说什么公职人员怎么会下岗呢？公职人员怎么会没有工资呢？这个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中国缺乏了解。4年前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公务员的工资、公务员的待遇都会下调，没有办法。有很多人留言说我们工资还涨了，怎么可能下调呢？你看现在很多地方工资根本就发不出来就去年因为搞了一个叫化解地方隐性债务，所以放了一波水。从去年到现在，各个地方政府这个欠薪这个事情稍微缓解了一下，大家就知道它是怎么缓解的，对吧？去年前年那是很多地方都是保6争8。什么叫保6争8就是确保能发6个月工资，争取发8个月的，一年都已经困难到这种程度。大家都知道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楼市低迷，很多地方政府它这个卖地收入占就是土地财政占这个政府收入的70%、80%，有的地方甚至90%。我记得是北京、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卖地收入占土地财政的占这个地方政府收入的30%，其他地方都是至少50%。很多地方都没有工业没有产业，卖地收入是他们唯一来源。那现在你这地卖不掉因为房子卖不掉，导致地卖不掉，政府收入没了，但是开支还在怎么办？这个现象会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大家肉眼可见的未来几年房地产会好吗？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也能把地卖出去吗？来钱吗？地方政府靠什么赚钱呢？靠什么来弥补土地财政？没有办法。这个我们老说的这个体制内或者端铁饭碗，或者叫什么吃财政饭的，大家也知道多少人吗？公务员大概700多万，医生400多万这个都是吃财政饭就是跟财政饭有关。其中最大的群体是老师，1800万，老师占60%，这个整个的加到一起是3000万，不包括那些辅警还有什么城管那些没有编制的，实际上他们也吃财政饭，但他们没有编制。所以我们可以捋一下公务员、医生、老师这3个群体。相比较这3个群体相比较而言，公务员肯定是在最后，也就是说受冲击他在后面。那谁排第一呢？就是教师一个教师人多，第二个教师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最大，因为就新生儿出生率下降，导致不需要这么多老师了。医生对吧？他只有400万，一个人少。第二个医生医改改来改去的，已经改了很多回了。
唯独这个教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各地啊，你比如河南还是什么地方，很多地方都发通知啊。首先是老师不再扩编了，不再招老师了啊，有的地方开始把老师要清理出去。分流老师的这个铁饭碗面临着首当其冲，先要敲破，完了之后是医生、公务员。对公务员这个不要有误解啊，公务员他可能不会降薪，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它非常复杂，对吧？他的收入构成呢，所以说对他来说没有降薪这一说。但是啊，人都会比较，对吧？去年我发到手，我七七八八拿到手啊18万，今年七七八八加在一起拿到手12万，这不就是降了吗？对吧？名义上这个工资条那工资没降，但是他实际上收入降了，这就是降薪。30年前啊，也是发不出工资，公务员呢，那个时候不叫公务员，对吧？那个时候叫体制内国家干部，发不出工资，所以怎么办呢？搞停薪留职，对吧？就是你的关系还在这个单位，但是不给你发工资了，那时候也没有社保这一说啊，不给你发工资，然后你自己出去找食吃，但你关系还保留在这个单位。所以那个时候下海的什么潘石屹啊，还有什么一大堆人都是那个时候下海的，都是国家干部，包括最近那个居然之家的老板。所以你不要认为公务员就不会下岗啊，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是真是铁的，没有铁饭碗。所以公务员啊，这个兼职送外卖或者体制内或者国企的都会有这一天。那现在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公务员兼职送外卖，是政策允许不允许？怎么规范它？假设一个城管，对吧？他打着送外卖的旗号，在他辖区里面，对吧？这些商家擅去这个执法，或者在他的辖区里面，他有权利，他怎么通过送外卖变现？也就是如何杜绝这些丑恶的，或者叫灰色地带，或者叫这些违法乱纪的现象。违法乱纪无非就是权钱交易嘛，对吧？他因为他是公务员呢，他手中有权，所以我倒是觉得啊，只要不涉及权钱交易，那应该提倡，就是允许公务员下班你去送外卖，或者去开晚宴车，或者做你兼职嘛，做副业，只要不涉及权钱交易，应该提倡，对吧？银行的职工下班了去送外卖，那还有什么好禁止的呢？银行就没必要管他呀。所以这个银行的职工啊，下班送外卖偷偷摸摸，这个完全没必要。另外一个啊，作为这些公务员，如果能开晚宴车送外卖，多多少少啊，可以让他们接地气。我们有很多这个干部啊，对吧？公务员说是为人民服务，包括很多专家，实际上他们叫不接地气，实际上他们就是叫何不食肉糜。那现在通过送外卖、开晚宴车，他知道了民间疾苦，知道赚钱不容易。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